另外，主计总处指北时嘛公布家庭的财富分配，2021年年底家庭财富平均是1638万，中位数是894万，严格大约嘛有71%七成的家庭是比平均数还佫较低。那进一步来看，在头前2成好嘅家庭和尾啊2成较善车的家庭，因平均的财产就要差要66.9倍。伫大日头下骹，将一粒烘好的番薯，照大细放好，搁称重装袋啊。伊是55岁大亲妈妈朱女士，因为爱洗厝，还佫有2个囡仔爱饲，7年前伫社福团体协助之下找到出路。毋过真侪时阵，为早起徛到暗时，煞趁无1000块，生活是真难。因为现在的利润不到一半，下雨天也不能卖，然后天气热，你看像这样天气这么热，没生意啊。计30年，主计总处佮公布家庭财富分配，2021年底家庭财富平均1638万，中位数894万，差不多71%家庭比平均数较低。家庭财富今年系数是0.606，比澳洲、英国、日本、法国等国较低。前10%家庭平均财富5133万，后10%家庭平均财富只有77万，差距高达66.9%。吉尼系数越低越好，或者是从我们第5等分位的占比跟第1等分位的占比，种种的 indicator 就是指标，我们看起来我们的相对程度都是高于世界上有发布这项统计的各国的。就是说2021年在疫情期间其实这个永续商机呢拉抬了，比如说像我们电子零组件的出口啦，自动性产品的制造跟出口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内需型的服务业呢，跟其他的传统的产业呢，其实呢都是表现非常的不理想，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在相关从业人员他们的所得差距的一个扩大。主计总处表示，这摆后10%家庭财富平均只有77万，主要是互负债户家庭抵消掉，也就是受股价大浪、消费信心受负面影响。那假是用倍数来算，除了德国无法度算，日本无公布以外，澳洲是93.1，英国109.5，南韩140.1，法国高达627.4，台湾66.9，贫富差距无排除，有关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